来看2天前，高雄有一口4个人过车路，去互食酒赛车的黄子荣弄着，1个人死亡，3个人重伤。法院是判黄子荣爱赔因3500万，不过到目前为止，受害者拢无摕到钱。若这个月黄子荣的厝要拍卖啊，黄家煞主张借款，等于讲这间厝卖出去的钱，受害者是袂使总摕走。我每次到了圣诞节，我都很感伤，是吗？ 想到耶诞节搁要到啊，林先生就艰苦甲流目屎。2天前，规家伙仔去参加耶诞节订会，煞互食酒赛车的黄子荣弄着，1个死亡，3个重伤。法院判黄子荣得爱赔3500万，不过林先生所发现到黄子荣的透天厝去互因厝内人摕到1500万的借款，等于是林先生毋是第一借款人。价值2500万的透天厝，若是头一间拍卖就成功，钱嘛无法度互伊隆总摕到。 这个月12月26号就届满2年，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获得赔偿了。没有，我在司法方面已经花费超过100万，到现在得不到任何赔偿。家己都要面对3个刑事庭、6个民事庭，林先生讲实在真忝，嘛无得到任何的赔偿。今麦还阁看到犯案的人做出那像脱产的行为。 刚刚林爸爸也特别提出来，是说是否可不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协助？那这部分我们绝对没有问题。强制责任险1条人命死亡代偿金提高为500万，设立一个统一窗口来服务酒驾重大伤亡的案例。 台湾安全驾驶监督联盟指出，伫因过手的案件当中，受害者得到赔偿的状况实在是真少。呼吁政府要重视食酒驾驶所造成的伤害。因为市府表示，会阁向法务部反映酒驾加重受罚的部分，市府嘛协助受害者的诉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